为着要来保护着咱的囡仔，指挥中心来宣布，已经摕到莫德纳儿童疫苗的紧急的授权，按算要予6岁到11岁小朋友来注这个莫德纳，也毋过引发着真侪家长的不满，讲这个美国到今拢也未核准着儿童会当来注莫德纳。 台湾煞要先来注，根本是把台湾的囡仔当作是白鸟鼠。专家是建议这个指挥中心爱分年龄来注无共款的剂量，降低这个风险。若是囡仔有慢性病，或者是有哮骨喘等等的病症，安尼先卖注，先去找医师来评估，较妥当。 电话赶不上一通电话，教育局或是卫生局。水池的水满好停啊，全校连课拢停啊，因为有学生确诊。有抵按赞的。老师伫教室线顶上课，一个人真无闲，爸爸妈妈嘛真无闲，到底敢要注儿童的疫苗？有那个数据还不够嘛？有些家长说想打，有些家长就怕。因为指挥中心宣布，6到11岁开放注莫德纳，注半剂成人的量爱注2剂，人28天。开放的时间爱等拜3专家会议决定。不过爸爸妈妈真烦恼，因为看其他国家注儿童疫苗，美国、日本是开放5到11岁注辉瑞，目前英国、澳洲开放注莫德纳，不过是让3个月，台湾煞干那2个月，安尼注落家长敢真正会放心。剂量目前是50毫克，从6岁到11岁都是50毫克哈。那这个对11岁可能还可以，对6岁说不定就要考虑是不是偏高，所以我们的政府可以讨论看看，是不是把剂量分成2个等级，比如说6到9岁呢一个剂量，9到11岁一个剂量。那我们如果很担心心肌炎呢，我们一个办法就是在低年级的打低一点，高年级的还是打原来的剂量。 那这样子可能会把心肌炎的几率降低。只要是本身这个小朋友他没有慢性的疾病，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疾病，或是先天有一些过敏的体质，或是比较严重的先天性的疾病的问题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优先来施打。那些烦恼的家长，会使先找医生来解答，到底囡仔敢有适合来注儿童疫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